2012年中學文憑化學科選擇題，題目5：下列哪個是具有極性的分子？何謂極性鍵？極性鍵是一種共價鍵，例如氯化氫，由於氫與氯的電負性差異顯著，兩者的電負性差是0.96，導致氫原子帶有部分正電荷，氯原子帶有部分負電荷，從而形成偶極矩，因此氯化氫屬於極性分子。選項 A：三氟化硼，這是一個對稱的平面結構，雖然氟的電負性很高，但由於分子是對稱的，整體上不形成極性。選項 B：銫60富勒烯，這是一種球形分子，具有高度對稱性，因此它是非極性的。選項 C：氡氣，因其三角錐形結構及氮原子帶有孤對電子，此非對稱形狀導致電荷分布不均，形成正偶極矩。氮與氫的電負性差異亦強化其極性，因氮的電負性較高，致使分子上產生部分正負電荷，故為極性化合物。選項 D：SF6 六氟化硫，雖然它的鍵是極性，但其分子結構是對稱的八面體形狀，整體上也是非極性的。2012年中學文憑化學科選擇題，題目5：哪個分子具極性？答案是氡氣。